章11节这样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用这首诗歌一起来赞美他。
34章16节这样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理；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好不好，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有任何伤痛、任何不愉快的事，我们都交给我们的上帝，因为无论是任何的困境与黑暗，上帝永远都在我们身边。好不好？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把我们所想说的，都交给这位全能的神。
眼睛却看不见。每当我想到这一天，就充满感我们一起拍照。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平安。这时候我们请站立，我们继续赞美上帝。用这首诗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是我的
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成为我们的拯救。主啊，你认识我们，因你是按着我们的名认识我们，你晓得我们，因你是鉴察人心的上帝。求你赐我们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在你面前，除去我们里面的邪情意志，除去我们里面的污秽，让我们以圣洁的装饰，手洁心清，以心灵诚实的来敬拜你。求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耶稣。今日也是教会1年1度的会员和会。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的恩手，一直以来的带领、保守和扶持我们。今日更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顺利成会，透过和会在各项的报告中，使我们清楚明白建造教会的重要，使我们有同心合意的心志，让教会能够在这地成为为主发光作盐，能够荣耀主你的名。主啊，今日我们更要透过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心意更新而改变。透过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就更加认识我们自己，帮助我们能够认识、领受这道，学习这道，来回应这道。唯有依靠你，才能帮助我们活出这道。谢谢你，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感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来用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北清。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地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边，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的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灵公主教会，我信圣母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圣灵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会众请坐。这时候，请翻开手边的周报，我们看一下下周的主日侍奉。下周一样是和堂礼拜，早上9点半到12点。讲道者是刘阿春牧师，司礼者是嘎巴罗二执事，司献是曾明妹、陈桂美执事，招待是吴金玉跟陈嘉恩。敬拜赞美是第3组，司琴是陈敏珍跟陈凯丁，投影是许诗莹，音控刘乾坤。再看一下儿童主日学的侍奉，请儿主同工能够参阅周报，自行参阅。再看一下各团契的聚会，妇女下周星期六晚上8点诗歌练唱，那主礼是嘉玲师母，领唱是明英长老。典礼里连假就暂停一次。2月24号星期三家庭礼拜，家庭在李爱玲府上，地址在樟树路，主理是刚约翰长老，司会是曾明妹执事。星期五晚上8点的祈祷会，主理是刘阿春牧师，领唱是孙陈金妹姐妹。我们再看一下，上周的
各项奉献是因为旧历新年聚会暂停，所以没有合计。那2月7号的建堂奉献明细就登录在后面的公布栏上。那下面的分享的祝福经文，希望就带给自己或身边的朋友鼓励和安慰。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教会消息。欢迎主内兄姐参与敬拜，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家人？没有，那我们就好。我们中间有一位新朋友，大家平安。平安。我来自纳马夏，高雄纳马夏。其实很早以前，我95年就在这里樟树一路的这个巷口这边。当时因为自久了所以就没有进到教会。然后其实我本身是在喜安教会，在明理百货斜对面。但是我想说，因为过年期间过于太忙碌了，然后可能也不知道集合的时间了，也因为也比较少进去教会了。然后我想说等车等不到，那我想说，那就近的教会在哪里？我就想到这里所以我就跟着感觉，跟着脚步，想说我只要对准神，我只要找神找他就好，我不在乎说在哪里都一样这样子，所以我就来到这里来了。所以感谢主，其实在这一段期间也是一样风风雨雨，但是我一直坚信神他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一直在护庇着我们。谢谢，感谢主。然后我的名字叫江志忠，长江的江，志气的志，忠孝仁爱的忠。其实我本身是一个视力障碍。其实我看到你们，其实我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很奇妙的是，我在樟树高中、樟树国中服务已经满10年、11年了所以就是这样。然后感谢主，谢谢，平安。他叫什么名字？好，等下我们结束，每个人都要跟他握个手哦。好，来我们看一下教会消息。第一点，本周读经进度《使徒行传》3、4章，请兄姐到后面的招待处索取。第二点，今日为本会的会员和会，除非兄姐有要紧且必须亲自处理的重要事情，那均请兄姐暂请留步，我们一同参与教会的年度重要议会，为求达到法定人数顺利成会，敬请不克出席者向小会书记刚约翰长老办理请假。第三，牧师刘阿春本周行程：2月24日周三，副总会出席阿美3中会圣礼典编辑会议，请为牧者们讨论事宜，顺利代祷。第四，2021年周三家庭礼拜，若有意愿安排前往兄姐府上探访者，请向办公室提出前往加拜时间及注意事项。那下面继续为年长者、肢体软弱的兄姐提名代祷，求主赐信心及力量胜过难处。继续为这些以下的名单摆在我们的日常祷告中。本周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上帝的话语。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雅各书2章1节。这时候，请我们的联合诗班一起来献诗。
诗篇111，自在的安多罗布罗伊拉古西瓦方saka cicai saka tusa atau saka sepat tusia aspen mako tapang sabto isu pro falo cho ako mafana to isu I akwanan mafana isu to waka ako yo ina ai ho I mafana to isu to ni harakingan ako mi pahamat kaku I iswanan nauhani kakapanaan kamusuan ko pi sama isu I kapanan kafanaan ko sama isu mafana ko parang so ako bunini这样的知识。
哈利路亚。谢谢诗班带来的这首诗歌，你认识我。这时候翻开我们手边的圣经，翻开雅各书2章1到4节。雅各书2章1到4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诵读上帝的话语。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站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今天牧师的正道题目是不带偏见，不带偏见。我们恭请牧师正道。亲爱的姐妹们、弟兄们，新年平安！平安！很高兴在90年之后的这一个主日，再一次跟各位来见面，并且透过上帝的话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过程当中去经历到甚至去饱尝到上帝主恩的滋味。Maklum, dipaham kalau jom kita dapatkan kalau jom sa ayaw sama sa araw kita ayaw dapat kita kan dipaham mahmud pas ayaw dapat ini dapatkan sebab ini yang mesti kita nahawi在misalkan ya tamdao 今早上我们的主题是不带偏见，不带偏见。在比sakin ya tamdao sanai。现在姐妹弟兄照例在开始以前再一次跟我们边上的姐妹弟兄就握着他的手，是跟他集权，就看着他的眼睛说：神帮助我们不偏待人。握着他的互相集权，看着他的眼睛说：神帮助我们不偏待人。都是重要的人物在上帝面前。今天早上我们要进入到雅各书系列的第2章的第1到第4节那谢谢上帝在90年的时候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家人无论在北部，或是在东部或是在南部我们一起可以跟我们的家人有一个不算短的假期，跟他们一起来相处甚至可以通过我们过去所学习的，从雅各书的第1章一直到雅各书的第1章的27节为止，我们所领受到的，相信我们都在我们的就在90年期间，我们一起透过彼此互相的帮助，也透过一起的分享，来活出我们所领受的。就诚如刚才宣长老他在祷词当中所提醒我们的，当我们愿意相信这个道，而且愿意行道的时候，就是活出这个道出来。50 Mati pitulon ni Jiosan dai sauni yo Malayak yo kuni atara malay asar ni tapang hawi yo demakan mi ta ini orip ta hawi ka cha makuripai tu mi ta asar tapang saan rumah tu soalnya tu Malaya tu mi ta salika kata mahar tu mi ta sadara matemak mi ta。现在姐妹弟兄。雅各再一次提醒我们，他的力度其实是越来越强。当我们去读雅
各书的时候，从第1章一直到第2章这个部分，事实上它的力度是一次比一次还要强，同时这个力度也一次比一次都要来挑战我们。它的目的是做什么呢？目的是要深化上帝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当中，以及我们就变成我们的习惯。一旦这个习惯养成了，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就把它做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一旦做出来之后，我们过去就有一些我们自己都认为是非常讨厌的恨恶的这些的旧有的习惯、旧有的行为，我们就越来越少了。当然不会一下子，我真的相信，修女真的相信，所有的道不是只有这个牧师、这个传道士一次讲了，我们就可以立即就可以成就，就可以完全改变，不太可能。除非有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叫做从外面来的，或是叫做超自然的启示，帮助我们，所以把一些不好的习性，也许一夜之间就改变。这在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例子，深刻的例子，就可以因为上帝的帮助，我们真的是在每一次的在神的面前，可以活出他的形象出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不带偏见。现在姐妹弟兄，我们知道吗？先除偏见，事实上每一天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先除偏见，也每一天在我们身上。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也许会做出那个错误的示范出来，即使我们是基督徒。好像我们这环境当中，也许会遇到说，哎呀，某个人的脸怎么这么臭？我又没有欠他几百万，干嘛用臭脸来让我看？阿妹说的比较传神，什么这个必信是干咩？其实，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也许他刚才正发生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所以原住民从小学到大，这个历史不知道讲了几百回。当然每次讲，我心里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伤痛了，反倒是感谢上帝让我身为原住民被上帝拣选。在过去，常常被误以为跟一些工作上的朋友、工作上的同事，或是个人的这些的好友，总是偶尔会聚一聚。一般的人看我们原住民，也许都会有这种偏见。过去叫山地人，对不对？你们山地人就是很会喝酒了。你看海量，世上哪里？也许各位反驳说：“哎呀，牧师，不是有一个马偕医院的一位医生、一位教授，过去抽了我们的血，有那个所谓的那个叫做什么米田堡的血液吗？米腾堡的血液吗？这个血液在阿美族身上特别的有效。为什么有效？当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那个新陈代谢特别的快速，所以不容易造成那个所谓的叫做乳酸的堆积，那个疲惫疲劳度很快就会消失了，会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原住民朋友们，我们自己的族人们，就非常海量呢？实际上不是，原住民其实过去有一些很好的传统，特别是酒方面、酿酒方面。如果各位去查考文献资料的话，非常清楚知道，这些文献就告诉我们说，只有在节期的时候，必须要经过这个部落的耆老甚至长老的同意才能够开封的，平时是不可以沾的。后来文明的社会，让我们原住民越来越被同化了，或者说越来越被消化了，所以我们就一窝蜂的就跑去店面去买这些饮料。好比说在学校里头，实在也有这样的例子，一般的学生，当他的衣服并没有那么的干净的时候，
通常我们觉得这样的学生，家庭一定会出了问题。一旦出了问题，也许家庭的生活就不正常。一旦不正常，也许他三餐就不继。三餐不继的情况之下，也许父母亲就懒得去照管这些孩子，就连衣服也没有得换。第二天又穿起那个3年前孩子穿的那一套的衣服。到了学校又被霸凌，就觉得这孩子怎么那么脏那么臭。连带的，也许他在学习上面的成就就没那么的高，你去被人家标签化。以后笨这个字就如影随形，跟随这个孩子。实际上不是。如果我们去探究这个孩子的背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同情，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可怜，我们会生出怜悯之心。好比说，就穿着西装的人，我们会不会认为一旦穿起西装的人就比较体面？穿起西装的人他就比较高尚。穿起西装的人说话就文绉绉，穿起西装的人他就是一定是学历高，经历非常的深厚，不见得现在整个弟兄。今天很多穿西装的人，事实上偷抢拐骗大有人在。这样的偏见，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反复在上演。Hati sa dikata maaraw yung kanya nagkagawa ito orin numinta kung ano maaraw na sa dikata kalira masa ko pa ininu fang sa sala pa sa kita hatiya pa pala kita nan chen chen弟兄，许多时候也许是我们的误判跟误解，因为只看外貌，我并没有去看他全部的全貌的真相，所以雅各书第2章特别来提醒我们这些他的读者，或者说。特别提醒经历的基督徒，神其实并不喜悦这样的事情，带起有色的眼镜来去看人的这件事情。我先不高啊，不打巴不打米上个给你给他沙里个他就打不到，我先不高啊。神其实不喜悦我们带着有色的眼镜去看人的。雅各特别在第4节来提醒我们，有几个版本可以提供给各位参考。总共有4个版本，当然还有其他重要的版本因为会太多了，所以就牧师就选几个比较重要的，比较我们可以常常去诵读的。第一种版本叫和本修订本，我们将会有后面那个黑皮的放在那个置物柜上面的，就是和本的修订版本。他这样翻译，这岂不是在第4节？这岂不是我们一起来读起来？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评断人吗？那个用现代中译本一起来读起来，你就是偏心，是恶意歧视人。第3个版本叫吕正中译本，起来，这岂不是你们心里有了分别，而以不正的看法鉴定人吗？第4种版本是希腊文的直译，好，来，起来，你们岂不是在自己当中出现分歧，成为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吗？亲爱的弟兄，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版本，它的力度是很强的。有歧视，有分别，有恶意评断，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所以上帝其实非常不喜悦我们做这件事情，去偏待，带着有色的眼睛去偏待人。各位，那个外貌待人，第2章第1节，一起来读起来。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就不应该凭外貌待人。现在，弟兄，外貌待人，它这边的意思就是偏待人的意思。它同时有什么意思呢？有含义呢，就是分别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我们戴着有色的眼睛去分别去看这些我们以为就是我们脑海当中那个人。我们就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
我们一下子就把那个不好听的话给讲出来。还比如说，刚才我们在献诗的时候有已经在前头有开始排练的同工，因为没有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忽然看到了，我们就心中会不会有一种想法？主任不是讲明明讲好的吗？为什么还姗姗来迟？可不，刚才也许这姐妹弟兄还有一些事情耽搁了呢。当心存怜悯的时候，现在姐妹弟兄，我们就不会这么去设想它。这样心中就会有个祷告说：天父上帝是，也许我们的姐妹弟兄真的有心耽搁，所以他们才姗姗来迟。因为你看待他们仍然在你的施恩座前，他们愿意来亲近你，愿意来到殿中来朝见你的容面。神啊，请你把这份温，求你把这份慈爱，求你把这份恩典再次赏赐下来，让我们一同在今天早晨去领受。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亲爱的姐妹弟兄们，那个尴尬，那个愤怒，就会消失于无形。那么，不论我们哈安国哈的多么的好意，kacang saya amari pahak utapan sarikaka halo kita to ali pahak ya follow job ira to kia ai follow job minta sarikaka ira to kia sini ai follow job minta ira awal to misaka kini hai aharatan minta sarikaka。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求神帮助我们，他们可以因着这件事情继续来去朝见神的时候，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自以为是的心态再次不再复现，甚至那个没有三心二意的，当我们把那个自以为是的态度再次从生命当中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这会让我们导致不相信神，而且不认同这位神是唯一审判的主，我们就会高过神。人一旦是如此，现在姐妹弟兄，我们就无法去胜过那个试探、批判的试探，我们就无法去胜过那个诱惑。这是雅各从第1章一直到第2章一直在不断的提醒我们的事情。我不论那那有mahaan kuharatan minta hawi malu tindak serikatan yang salipat hananai atau ya nahan sawi hananai 就是那个我们可以分别胜过那个试探跟诱惑，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真正相信，而且去顺服这位神。事实上，就像前面跟各位分享的，雅各书一开始就跟各位来报告，也来说明了。雅各书一直强调，就是人不能够单单听到而没有行道，也不能口说我相信这位上帝了，可是做出来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圣经其实一直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从旧约到新约，就是爱人如己。我不论Israel不放在sudah Pak Israel Pak Pipala di kanan nanai haknya tu ulah di kanan tu abi ulah tu kamdau sana aswanya salikaka 在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不仅是爱我们自己，我们同时也愿意爱那些我们看为不好的，我们觉得是让我们非常不舒服的事情或是人。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朝向那个所谓的言行一致，就像前几个主日跟各位分享的，我们言行一致的信仰。不知道吗？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雅各书第2章第9节现在会提到，那个皮外貌待人呢，其实就是犯罪。
Lima puluh, yuca ay kalahci numita, yuca yo mana ay kita kami tema, tempat ini udah pagi kita hawi. Soal saya ini saya kata saat Jepang, saya siwa atau siwa aku. Cira rawa atau kita sangka malu cumi numita kuni a. Ahan, kita bisa kena sudah hawi. Bisa tak? Sa kuni a. Cumi raw numita. 这个弟兄，当你不相信神、不认同主是唯一审判的主的时候，雅各其实再次强调，也再次深刻的提醒我们：凭外貌待人的，就是犯罪，就是一项罪。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不凭外表的身份、长相。 来看待人的时候，我们的言行就是一致。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2章1节，请来。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就应该凭外貌待人。亲爱的弟兄，其实我们的社会，我们都知道，对不对？ 我们的社会其实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那个按着外貌待人的错误的示范，在今天的社会里头，学校老师其实都比较愿意激励那个外表干净的、家里比较有钱、成绩比较好的。我们的朋友也看我们的身份，看我们的穿着，看我们开的车到底是100万名车，还是只有60万以下的车子。 左右是一直在比较，谁的孩子是人中龙，谁家的女孩子是人中凤。你看，你听到这句话不是吗？生男当生卡肉，生女当生真心是爱。也就是他们有很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就这样夸他们。 那其实是带着偏见的意思的，现在这个弟兄，我们的社会其实一直不断的在做这个按着外貌待人的错误示范，所以雅各在第2章的1节特别提醒我们，他说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些的基督徒们，真的不要再跟这个社会上这样同流合污。雅各深刻的提醒我们说，不可按外貌来待人的。 Siguro belum bisa itu saja apa bipala apa Israel kita dan agak bisa kakinya kamu tu tahu saan。我们上教会有一位牧师，布农族的，他是台东台东的布农族，对不起，南投的5届的布农族，一位牧师，过去曾经担任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原宣的主委。 就是牧师的下一任的一个主委，因为心肌梗塞的缘故，他就离开这个世上。很年轻，这个人就是标准的面恶心善的人，从他外面看起来满脸的横肉，各位知道吗？什么叫满脸的横肉？一看就不知道一看就知道不是善类的人，知道吗？那种匪类的人啊。 从外貌叫判定，可是他就是一位牧师，讲话非常温柔，很会很幽默，不止温柔还很幽默。他的师母特别的清秀漂亮，可是从一般人从外貌去看这位牧师。 一开始都不太相信，非得要把那个牧师证拿出来，说我真的是牧师。不止社会上是如此，现在这位弟兄，连我们教会也是如此。我们常常也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雅各就用了这个
在聚会当中的时候，做这样的例子，因为崇拜这件事情、礼拜这件事情是公开的聚会的活动，就像今天中教会在中华民国110年的2月21日，就在新北市汐止区樟树一路252巷1号1楼在聚会一样，是公开的场合、公开的聚会活动。雅各提醒我们说，这种公开的聚会的活动，它会形成一个价值体系，它会形成一种价值观。特别提醒我们说，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邦章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用比较通俗的话这么说了，好，这句话用通俗的话，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明白了。坐，请坐，请上座。茶，好茶，喝好茶。这句话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在公开的场合当中，看到那个身穿华美衣服的人，我们就恭恭敬敬去握手，跟他敬礼。长官，你来了。很多时候，我们教会也出现这个情形，是吗？我们特别会邀请这些比较有身份地位的人，为了鼓励我们一起他上台，来勉励我们几句。对于那个全身脏兮兮的，身上有臭酸味的，我们连理都不理，我们巴不得他赶快离开，但是不想让他进来。要提醒我们说，如果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一般的会友、一般的信徒，我们做信徒的，不是成为雅各书的读者的我们，可能也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也会采取相同的态度。请告诉牧师，哪个愿意，请举手。愿意去接待流浪的这些街友。我们樟树地区其实有街友，没有家可归的。过去在那个樟树一路走到底，在三光路的那个北二高的隧道再过去一点点，就有一些人群聚在那边。无家可归的，单身的，没钱没地位的。当然，我们不去讨论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实际上，我们这边是有这样的群体，我们愿意把他们带到我们家里来讨论。恐怕我们愿意，可是也许我们的家人不太同意吧。雅各书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带着偏待人的这种眼镜去看这些人。当然，也许各位会说，牧师，那你怎么不带他们回去？当然我会，如果有机会我会，同时我会找到社会局去安置他们。而这群比较弱势的，或者这个在社会底层的人，会得到一些的照顾。雅各说，当我们有反映成这样的一个态度之后，其实也反映我们人内心的价值。这个是艺人，叫做兰西米，他有一次在电视节目上就说了一个故事。艺人有时候有机会常常出国，对不对？那有一回他就跟他的好朋友，他们圈内的好朋友，就去到法国。那女人嘛，都爱美是吗？去到法国香街大道，一定会去逛那个精品街，是吗？艺人身上还有点钱，他那天刚好穿了
宽松的连身衣，又穿了一个戴帽的叫做外套，又没有化妆，头发也随便的，就是拨两拨，就好像狮子头一般的，就去到那个店面。那个法国人一般都比较高尚是吗？可能 Bonjour， 上午好，求娘开始。就那些服务员看一看这个人，应该不是那么有钱的人，还敢过来，耳提面命提示，东西不要让我们只用眼看。如果你赶快出去，那最好。结果这号人叫蓝心湄这位艺人生起气来，狂把那个他看到那个架子上面的那个包包啊，当季的LV 的包包啊，当季的，少说都10万元以上起跳，全部收刮一空，刷卡成功，那个电影张开口，鸡蛋都可以塞进去的这口，吓死他了。这其实是很典型的例子。一般的外国人看你们华人，特别这几年台湾开放了陆客不是吗？我们说死陆客就是426，他这么说在网络上面，西阿流啊，426。一到那个商场大嗓门，服务员入面，全部包了。这个来20号，好像不让人家不知道他是土豪一样。你说看到这些对岸的，我们说好了，是按照华人的概念是同一个血脉的好了，可那个行为实在让我们不敢恭维，是吗？难怪全球现在对华人，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这些同胞们，不太愿意。虽然他们真的很有钱，动不动就买房，不是就买一栋的一层，买一整栋的，吓死我们！这么有钱，可是我们还是会对这样，其实他们有钱，我们还是很不喜欢他们。现在姐妹弟兄，雅各在这边所提的外貌，不一定是衣服或是打扮，外貌当然包括人的样貌美跟丑。其实外貌也许也可能是学问，他学问的高或是浅或是低，财富的多或少，社会地位的高或低。现在教会的未必都是每个都穿金戴银的，不是吗？虽然我们都认为我们来到教会一定把我们就是平常不常穿的，就是朝见上帝，就把最好的呈现给上帝。我们会把我们自己打理干净，甚至我们会把我们自己很珍贵的衣服穿来教会，表示我们对这位上帝的尊重。因为这个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是大有可为的，敬拜的有价值的这个大有价值的这个对象，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愿意用这么好的体面的外表来去朝见、去亲近他，无可厚非。进来的不只是贩夫走卒、平凡的人，也可能是高官，也可能是民意代表等等。说不定有一天，我们的长老就会进来到我们的教会，说不定。当然，这段经文并不是批评财富本身，也不是否定财富的炫耀，而是这段经文确确实实的提醒我们，不要按着外貌待人，这种错误的方式来行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按照外貌来待人的，不是荣耀基督的信仰所应该表现出来的态度。我不拢。了则是雅各把这个单人也是个对呀，那么多就起码当到3。当然，即使一个人他是贫穷的，
教会作为信奉荣耀主耶稣基督信仰的群体的我们，你不能够有所偏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是仇富，我们也不是嫌贫穷。因为当我们是在那个高度的时候去看人，难免就会有高低之分，那么就会有阶级之分。就像各位看牧师，这个历史也不是讲过一次，我到今天一直在纳闷，我自己过去也是这个样子，我必须要先诚实。很年轻的时候看到牧师，牧师，我就开始绕路了，最好不要被他碰到。一旦被牧师碰到，他那双眼睛就好像会看穿我一样。现在自己当牧师了，有时候看到会友，可以开始绕路了。其中其实会在想说，呀。其实会有一种想法说，哎呀，其实准不得这样子的想法。当初怎么样对人，现在也变成这样对待那个想法，不知道。也问过几个亚利米团体，为什么那个有时候看到牧师会这么，本来是很活泼开朗、非常有自信，看到牧师就腼腆的要命，很含蓄这样子，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传统，怎么不是？是不是这种会遗传？不知道。可是求神帮助我们现在姐妹弟兄，按外貌待人是一种偏心的表现。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更是一种恶意的待人的方式。正人富贵，恶人贫穷，都是行道。雅各书2章9节说，这是犯罪。事实上，圣经说了，这种行为会受上帝的审判。Di tempat kita misalnya kini kami soal satu tapar kita nak pakai ciakupan kaca, soal saya pangan tapar saat，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用正确的态度去待人。Nanay malu solinay apinangan way lumita Misayaw to Chimachima, Hamhan to Chimachima, asal kata lumita。圣经当中有一句特别要提醒我们，这句我们过去都背过，儿童主日学一定都背过，也背得非常的深刻。就是耶和华上帝透过先知撒母耳，再一次去拣选合于他心意的王出来当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上帝跟先知撒母耳在意念当中亲口跟他讲。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的后半，请来，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因为很重要，我们要读3次。第2次，请来，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第3次，请来，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Hai sa kuno amis asa digaka. Na hani caai kamatya o pineneng no tam tau ko pineneng ako o papo tar ko nenengan ni nenengan no tam tau ikaw lira o follow jo ko ni nenengan ako han ra。弟兄，耶和华上帝
提醒撒母耳这位先知说，他看人不像人看外貌，他是看内心。换句话说，基督徒应该要在神面前要有一个人人平等的信念。基督徒要在神面前要有人人平等的信念。50 nanay ayaw no gawas kita mapulo hawe ira kuya malatsa sai ikitanan am arawai tamjau sarigaka betul araw dapang sanai no iru ukagalim lang anu dapang kita saling 50。现在姐妹弟兄，为什么我们要站在神面前，要有这个人人平等的信念？是因为在前几讲当中，已经各位再次强调了，上帝看为他所拣选的人，赏赐恩典的人，对于每一个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是重要的人物。没有所谓的高跟无所谓的低的这样的区分。你跟我在上帝面前都是重要的人物。按照国语教法的说法是，每位弟兄都是王子，每位姐妹都是公主，这样重要的位分、重要的人物。所以我们看待人，理当就应该要有那个人人平等的信念。为什么呢？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都背过了。神爱世人，我们的神他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贵贱。因为人都有神的形象，是在创世纪1章26到28节这样告诉我们的。一定是他帮他在阿兹邦杜萨布拉一个能，当然是杜萨布拉一个follow啊，杜些还是不打帮巴西巴拉一人上来个，pakaian nuniam pisanga pinggiri dunia tutandau sekian pamalasan kami kitanan saan kawas apa icer kitanan. Kisah waktu aku ira kungi ngahaya baka pahayaan pisanga ko dapat mingiri kita cerita saling kakak. 我们人人都是神儿子，耶稣基督救赎的对象。亲爱的姐妹弟兄们，这是基督徒要有的基本的信念，否则按照雅各的说法，我们就是得罪了上帝，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实际上不是旧约这样提，这新约也这样提。如果有机会，我们回头去读路加福音14章的13到14节。di Luka 14 pasal Jepang di pasal dan 14 pasal tu share bahan tu pakai cerita saya。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说，应该正式接待什么人呢？他说：“岂不就是要接待那些贫穷跟残疾的人吗？若请这些人吃饭。”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不能够报答我们，然而我们在天上的神必亲自报答。是路加福音一而再再三强调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姐妹弟兄，当我们按照新约路加福音14章13到14节的教导，我们会发现，圣经一而再三告诉我们，主耶稣跟人相处的时候，他从不根据人的外表的地位的高低、出身的贵贱来待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只要来寻求耶稣的，只要寻求真理的，耶稣他都喜爱。福音是特别这样强调。有minum saya takwanan hawe atau minum saya dia pasok pasok naik apa soklin atam dah hai kakulahan makalah pun makosaan kakak belum kita。当然，神也非常清楚知道我们，是吗？我反而不把你给单单别人按住当他，神都非常清楚我们。我们人其实老爱注重地位高的，我们人其实老爱注重有钱人，我们也老爱
嫌弃那些比我们过得还不好的人。我记得这个例子以前跟各位分享过，就是有一年非常年轻的时候，我是跟我们家兄从事过绑模的工作，就在台北市，今天的所谓的蛋白区的黄金地带，就在建国南路那整松江路的那整排的高楼里头，某一栋高楼里面做过绑模的工作。有天中午，那个工班需要量审，而且是有泡泡的量审。我做了家兄就跟我说：“哎呀，趁到大热天的，去买几个饮料来让这些兄弟喝吧。”那个时候他非常炎热去从事这些绑模工的时候那就会沾染一些的灰尘因为本身自己新陈代谢特别的旺盛，所以流了很多的汗，全身上下都比较肮脏一点。我就带着钉在，然后那个眼睛都是这些的渣渣，就跑去附近的那个便利商店去买饮料。不知道吗？附近都是一些白领人士，附近就是说做在办公道路里面工作的这些的比较接近白领阶级的这些人士，全身很肮脏的，因为带着钉带然后带着那个安全帽拿在手上，就冲进那个便利商店，就拿了两篮的那些饮料一起上，就排起队来。那中午大热天，前面就好多人，后面也有人。当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用余光去看其他人，他们就非常鄙视的看着这个少年人，这个青年，哪来的小伙？全身这么脏污，还来这边买饮料，这边应该不是你来的吧？这个眼神就是如此，连那个临柜的这些的服务员店员，都用鄙视的眼神在看我。其实那时候心中就有种想法，怎么着？你们几个意思？看我这脏兮兮的，我的钱难道不是钱吗？爱买不买，钱在这里。心中其实我没有讲，心中很多 OS 这样子。那时候真的很腼腆。我的意思是说，亲爱的姐妹弟兄们，这个社会每一天都在上演着按外貌待人的错误示范。求神帮助我们，信主的姐妹弟兄们，不论地位怎么样，是贫穷或是富有，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有一视同仁的这种态度。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同样尊重。当我们去轻看、去藐视，同样，现在姐妹弟兄，我们也被轻看、被藐视。同时，我也相信，在我们的神的眼中，我们所扮演的所有的角色，或是我们所从事的所有的工作，都有它的价值跟意义。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我们真的是男性、女性、老人、青年或是小孩，还是得起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出门还有一些还可以让我们乘坐的非常舒适的四轮车，或者我们还有一点点的余钱，可以带着家人去到郊外走走。还有一点能力去喝一点比较好喝的饮料，或是我们还有一点的能力去从事
比较高尚的职业，这么说好，没有所谓的高尚跟贫贱都一样，在神的眼中都有它的意义跟价值在。神特别提醒我们亲爱的姐妹弟兄，再次强调，在神的眼中，求神帮助我们都有人人平等的性命，同样尊重。神不会因为我们阶级的地位比较高一点，就多爱我们一点，不会。神也不会因为我们的阶级地位低一些，就少爱我们一点，也不可能，绝不可能。同样，基督徒待人应当如此。Kasi kasabi mo po, sa ay ko isa ka kinir kutapaw ng mga pinindang tamdaw hananay. Nanay hakanan numita mitema sa ay pi sa katinir kita tamdaw。特别在今年有一些的课程我们要去完成，同工已经讨论出来，今天会和也会稍微提一下有一些操练课程。今年的上半年之所以特别要讲雅各书，那事实上也跟我们基督徒的品格有很大的关联性。雅各书原本是有讨论我们的品格的一封书信，虽然主题比较分散，可是它仍然着重在品格这件事情。所以同工就讨论出是不是可以在今年去放大概3次的所谓的沟通的课程，跟人际关系之间的课程。现在姐妹弟兄，话术表达非常的重要。如果话讲错了或是不精准，恐怕会导致接收的人、听的人会产生不同的联想。有句话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不是吗？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面的训练，同工非常的看重，所以就要求办公室，就可以安排这样的课程。分别会在第4月的下旬至7月的中旬跟10月的上旬，会安排一次有关于人际沟通的这样的课程。请姐妹弟兄不要轻看这样的课程。说话对基督徒来说异常的重要。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要说什么，表达些什么，而且我们很认真的愿意去倾听，只有回到雅各书1章告诉我们的，上次跟各位特别强调的，不知道各位背好了没有？我们要有3个阶段，不是吗？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非常有关联性。特别在夫妻间的对话，跟同才之间的表达，跟同工之间的说话，都很重要。所以特别选了雅各书来提醒我们，那么真的是可以操练，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在家庭当中，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情绪会伤人，不是吗？特别会伤害自己的家人。我们对外面的人，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同学，对我们的同仁，我们说话客气的要命，请坐，请上座，我们都会说这些话。可是对我们自己的家人，原来说什么？就是我做什么干，搞不明白。那么要都会学会学有专精的基督徒的专家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读了上帝的话语，我们也实际的操练，把我们一些不好的习惯，连我们自己都非常痛恶的那个痛恨的那个习惯，牧师真的相信，我自己都非常痛恨我自己某些不好的习惯，更何况是各位，我们都好想改变。
可是碍于我们说，哎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迁到，不要说北京，迁到基隆，我还是。可是可以的，亲爱的姐妹弟兄，按照我们所领受到的上帝的话，跟圣灵的帮助，跟我们的决心，跟姐妹弟兄的提醒。所以今年，亲爱的姐妹弟兄，我们在上半年、前一年已经读了好话了。我们的指标题叫读好话、说好话、做好话。在今年，我们试试看。曾经来到我们中间的一位泰雅族的传道师，叫做赖以林传道师，他现在已经是牧师了，还记得吗？这位比较福态、比较健康的姑娘传道师。那时候我一直记得他向我说的那句话，他们教会正在实行推行一个运动，什么运动？那个带给我艺术的人来了。亲爱的姐妹弟兄，巴不得我们看到每个教会姐妹弟兄，我们的教会姐妹弟兄，我们在心中就默念说：那个带给我艺术的人来了，我们就可以说好话。我向他提醒，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不再口出狂言，也不再口出恶言，而是我们这是口说上帝的好话，不仅是对我们有益处。对人也有帮助。这是今天早晨在会合会以前特别跟各位提醒，跟要说的。也就从这一刻开始，现在姊妹弟兄，我们就常常去训练、操练吧。而且要勇敢的说，阿美族并不是那么含蓄的民族，阿美族是乐观的民族。有些时候汉人就常跟牧师说：“阿春啊，有时候我们都认为你们阿美族是无可救药的乐观，啥？哪来的自信那么乐观？啥？那求神帮助我们，通过上帝的话，我们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为神给我们带来一些的改变，我们将荣耀归给他，我们也可以成就他的喜悦。我们一起来唱刚才耶利米团契带领我们唱的那个第二首敬拜的诗歌《同心合意》。让我们因为同心说好话、做好话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活出上帝的荣耀，跟活出上帝的形象。请记得，亲爱的弟兄，你跟我都有上帝的形象。当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把他的形象分别放在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里头。我们有上帝的属性，我们有上帝的性格，我们也有上帝的形象。我们请乐队团起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神就开始动。
在神面前，我从里到外，从头到脚，世上都是满了罪恶，世上都是污秽不堪。若按着照着我们的外貌，我们原本是不配被神所爱的，我们不值得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可是神却因着他的恩典拯救了我们，不是吗？现在姐妹弟兄，当牧师愿意决定要讲雅各书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今天，我越来越确定，牧师越来越确定，因为神的荣耀就在我们的这些蒙恩的罪人的身上会彰显出来。那么这里愿意按着神的话语所教导我们，我们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积少成多。我们不仅会把我们那个似是而非的观念给翻转过来，我们也可以因为上帝的话的缘故，那么整个性格也会被神有所来改变。我们开始不偏待人，不以外貌而取人。求主也常常帮助我们。我们当中其实有不是阿美族的其他的朋友们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家人们。我真的拜托各位，我们的长辈或是我们的年轻一代的姐妹弟兄们，那么当中有不是我们属于原住民族的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的，我们也学习华语，我们从我们心中所要表达出来的，我们也愿意用我们比较蹩脚这些的中文，这些蹩脚的华语，让他们可以有些的得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就是帮助我们去打破我们那个地狱的观念。只要是认同樟树教会的，我们都是一家人，他都是我们的家人。当然，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当中不是原住民阿美族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也容许我们自己也愿意学习阿美族的族语。真的相信越操练是为什么？越熟悉。神会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开始愿意的时候，所以我在这个时候，现在姐妹兄，我们先开始来祷告，我们开口跟神说，求神帮助我们，因着我们蒙拯救，求神将他的荣耀就在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当中就彰显出来。我们现在开始祷告，不要把他们都给他先来。因为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看顾生命，感谢你看顾人内心生命的真实的情况。现在主，什么时候人愿意谦卑到你面前，主就什么时候你的荣耀、你的怜悯就会施恩给我们。所以同样要求我们要用这样的眼光，有怜悯、有施恩的眼光来对待每一个主要属于樟树的家人，不是从表面，而是从内心。主是包括我对待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所以，亲爱的主上帝，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用真正公平、公正的心对待所有的人，使你的性情在我们生命当中
显露出来。因为主的话告诉我们说，按着外貌，我们本配为你所爱，我们以拯救。可是因为我满身有污秽，死在过犯当中，因此你的爱就特别残酷高深。在我们还是做罪的时候，就差遣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实相，为我们而死。主说，所以亲爱的主上帝，请帮助我们去牢牢记住你的提醒，让我们像主你一样，不以外貌待人，赐给我们一颗怜悯人的心，让我们可以照着你所教导的去说话、去做事。主啊，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学习爱人如己一样，不再以外貌而去，也不再以偏待人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家人，甚至对待我们的朋友。求你继续赐福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去见证荣耀。谢谢主，听我们在面前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奉献。Wamao niya mitini ka karen na nai mikai siya sa kami. Wamao to nabu arohay pamitsa hawai kasi matini walahay pamitsaan nanay mapawan nuniyam ku do kay kur do patas ma mituma halut sa misu at wama na ito walahay to nabiaki ilay at sa wama dama to ilay at no bawatan misu tinihkan sa wama ulungot nuniyang tinikalan nuni matingin tusok sa wama nawahan niya naman o kaya kami sa wama irahat ko sa miso nanay kamu uwawa kahaya kamu ani pagcalay ko cinglaw pagcalay ko tayan pagcalay ko ni kisaswal sa kisutika sa si patas namanay wawan mako ang masasi ula-ula masasi kaya-kayat kamu sa kisaswal sa wama nanamarakar ko pi tenin nunyam masuk do sa nunyam ko tatamalay sa wama para isang kanting swalan
上早我们后，伊来过我赞美主，咱们的心，一路爱多，哈早我们来，咱来伊来这个年纪，比因侬赞美主，都saya kata acara dunia. Cuma kalau saya katanya ini ni kiokai, lalu hasil ama mengalai naik kaya misal. Ama belum kami yang ni papa ini kisah miulah ini kisah hasil ama. Pemaw aray sa kami kisah o tagamaan king tono saya kata hasil ama malaya misal sa pinawot yang kisah hasil ama. Dalai ilai atau taap kaya misal buat misal tu racat saya lalu makan saya kata hasil yang Nagihima ko sa tangsa tinikap malaya sa mama ina ito pagkatsa ni suto tanang itinika tino mama atsa no boblok no sa kakatsa niya pamautan ka totoo maganya ako tininta naman ng sa Yesus Kristus kami toron 各位请坐，因为今天早晨今天上午因为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完成，就是今天也是我们1年1度的会合会所以可不可以请几个壮丁到2楼抬一张桌子跟3张椅子下来，谢谢各位。第二件事情各位来说明报告的是，今天早晨是今天上午是樟树教会的会员合会事实上我们的早上的崇拜到这时候已经结束了当然还没有受容要等到整个会合会结束之后，我们才会来进行。假若您认为你还在学习，或是你认为樟树教会是我们出席教会的其中之一的教会的姐妹弟兄当然这个时候你可以很平安的就离席假若您愿意来学习什么是会员合会的这件事情当我们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作为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牧师在下本人非常欢迎，也非常钦佩各位这样的学习的态度，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一同来留下来来出席这一次的2021年的会员合会当然各位不必惊慌，我们教会有预备简单的餐盒，待会在12点钟的时候就会发放。假如你真的第3个，假如待会儿真的有真的重要的行程要来执行的话，也请你跟那个我们的书记长老先请你到大门那边接受姐妹弟兄的就是请假做这样的一个报告如果你这里有重要的行程要先离开，就先请你来请假，跟我们的书记长老来请假作为我们这个正式会员合会的记录还请那个婉婷跟洪伟，请你们到办公室，在那个影印机的前方有2箱蓝色的 Double A 的那个盒子那是会员合会的手册在办公室影印机的前方有2箱。请你们请联络团契可不可以协助哥哥姐姐他们来发放？只要1张就好了。好，也利用这个时候各位可以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来方便如果你们来到巴巴拉考虑，你发的2楼、3楼，你巴不得你巴拉罕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一段可以稍微可以方便的时间待会在5分钟之后，我们就进行今天会员合会的点名。今天每个人1本如果你在稍早以前已经拿过的铜钩，如果你今天没有忘了带没有问题看等一下是不是还有剩下的那个
份数啊，我们再一起来索取。务必每个人都有一本，可以吗？